星期日嚟到樂富廣場做咩呢？麥當勞做咩嚟食 M 記呢？哦，原來係嚟麥當勞生日會，係我嘅學生 Ashley 嘅生日啊！各位同學都超有心，一切都準備就緒啦，好多朋友都陸續嚟到啦，竟然連3屆嘅 KOL Malcolm 都喺度，等我即刻捉住佢打卡先。係啊，我哋上電視啦！今日係我嘅生日，你係麥當勞姐姐，今日熱辣辣，天氣熱唔熱去邊度好咧？希望我嘅生日禮物可以有一個便攜式嘅洗衣機。我係 Marico 嘅學生，我都係。你哋畢咗業啦。2026年 Marico 嘅目標係乜嘢咧？梗係食極唔肥啦，唔知以為嚟咗麥當勞放題啊！呢位同學喺度做咩呢？原來係我阿女 Jessie 買咗部柯達盲盒相機，前嗰排討論度超高噶。係啦，咁我哋同佢講聲生日快樂先，2、2、3。跟住就開始玩遊戲啦。阿謙贏咗個獎品係精美貼紙一張，終於到切蛋糕時間啦！哇，個蛋糕超靚啊！今日真係墟冚到好似擺酒咁啊！醒目嘅你一定留意到今日 dress code 係漢堡神偷。麥當勞生日會唔係淨係細路仔專屬噶，大人一樣玩得開心噶。